就那团都很面熟啊。就上次那团啊，你看那贝手超僵硬的就知道啊。你才僵硬哎，我超僵硬。超帅！哎，你有找到吗？没有。你真的有看到他吗？有啊，我放他进来的。什么东西啊？谁啊？就那个没，那个啊，不会吧？哎，不会是小叶吧？啊，是他吗？小叶今天有来，有啊，他我怎站在么不知道超前面的。我怎么都没有看到啊？我也没看到啊。嗯，好啦，让我们边走边聊吧。来，走。啊，吃东西是吗？那我就不去了，我还要回去跟我妈说谈。啊，你不去啊？有包点东西回家吗？不用了，你们吃就好。好了，你回家小心哦。好啦，记得回家。知道了。好啦，拜拜。拜拜。拜拜，晚安晚安，拜。哎，你回来了。回来啦，今天表演顺不顺利？蛮顺利的啦。你今天要出去的时候急呼呼的，有一个人来找你，谁啊？我没有看过啦，一个男生高高的，然后瘦瘦的一个男生，他说的是叶广吧？我没有看过。下次上课啊，我要听到这首曲子的开头跟结尾，要多多练习。好。老师，对不起，我今天迟到了。没事啦，以后不要再这样，好。多练习。先走了。老师路上小心。叶先生，嗯，刚刚徐同学请我把东西交给你，因为你在上课，所以他就先走了。晚安，谢谢。